继续来看桃园，去年有业者甲过期的卵拍做2亿，卖互高饼业者。当时有一个员工看袂做理，出面来检举，代志才来逼空。用过期卵的业者互罚款714万，检举的员工嘛因此无头路。但是代志拢经过8个月咯，检举人才摕到10万块的检举的奖金。伊讲伊感觉真唔值，家己遐尔家薄是要创啥咧？ 鸡卵拢臭气啊！顶面阁有虫伫白。去年8月份，桃园原产卵品公司和桃园卫生局甲检方抄到，买变质的卵出2节，阁卖出去。这款的代志会互人知影最大的功臣就是这位 A 先生，伊是原产卵品的员工，因为看甲卖出的出面检举。调查发现讲，原产乌心卵不法所得超过1亿，相关的单位甲罚714万。不过这个 A 先生认为讲，伊勇敢徛出来检举。 即马煞失业，敢若摕到10万块的检举奖金，无公平。吹哨者奖金竟然只有10万，难道桃园的食安只值10万吗？鼓励检举，其实卫福部的奖励办法定出一般案件提罚款的20%，重大案件50%，罚金拢已经确定啊，是安怎金额会差遮济？目前是被驳回，但是他还可以行政诉讼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要把法定的程序走完。 因为各地方有自治办法，通知卫生局讲，先发10万块的检举奖金，后手的检举奖金会搁还。只要我们收到那个奖金了之后，25%到60%可以发放给那个检举人。是讲为检举到真正摕到钱，但法律的程序是有够慢，敢会好在职想要检举的人唔敢检举，那呢相关的单位都要搁研究一下。